外國對來是84年間，就甲伊買起來，無啥啦是15條啊，15條啊，買好似82年，84年買起來。甲伊買起來去做字，甲了掛我名咯，掛我名，甲了因為我出來就甲阮銀行借，甲買20條，有吉15條，35條趁銀行借錢啊，用我名做借趁35條。甲伊買起來15條咯，就是25條扣剩20條去碰撞這個生意咯。第年過了2004年，啱20年，我84年時。買起來是我用料理做字咯，做字 sertifikat hak bangunan HKBP hak bangunan itu 20年，jadi 2004年幾年20年了，過20年了，巴魯也來做黑米粒咯。做黑米粒了，巴魯來爸爸，甲了我無啥啦是86年去白社都啊，講掛互伊名，掛互你爸爸名咯，我都掛互伊2004年時，有伊人來爸爸甲媽媽做蝦米咯，做 sertifikat hak milik， 做 sertifikat hak milik 了，就起厝咯，起到沙山樓，無啥啦，了900幾千，900幾條啊，唔是900幾千，900幾條嘅鐳開起厝。厝間重呢，古早